Hello，大家好，我係 Perry。估唔到啊，只係需要一個星期，成個金市嘅基本面就已經反轉晒。上星期仲講緊啦，即係中美談判關稅嗰邊好似傾得成喎，風險情緒就應該回落啦。咁今個禮拜市場 focus 就應該去翻今晚嘅美聯儲議息會議同埋會後聲明嘅。咁點不知？第六輪嘅美伊核談判都仲未開始，以色列就空襲伊朗啦，咁令到市場嘅風險情緒咧激增啦。咁大家都知啊，中東打仗，金價就應該向上升啦。咁星期一咧衝到上最高3452蚊嘅嚇。但係個金價好快就已經落翻，咁都唔夠24小時就落翻3400蚊樓下啦。咁我唔知大家覺得係咪個市怪怪地呢？喂，大佬伊朗喎，俾下面啦，人哋都有核設施，跟住中東又產油，又有機會控制到霍爾木茲海峽喎嚇。個金價都係升得過100蚊。喂，話晒你特朗普關稅講一句説話，金價都由3000即係2960升到上去3500啦，係咪升到成500蚊咁滯啦嚇？咁金價又升唔起，跟住啲 S&P 美股正常打仗應該回嘅，又回唔到，跟住啲避險資產啦，美金又冇反彈，日元反而又轉弱添。咁而家個市究竟想點先？咁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重點睇下啦。咁而家個金貼近高位啦，應該點樣部署？大家好，我係 Perry 啊，歡迎大家嚟到呢個頻道。喺呢個頻道咧，我同大家分享我喺金融行業裏邊咧超過20年嘅交易經驗嘅。如果大家中意短炒金股匯期都有興趣嘅話咧，咁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啦。咁另外啦，我喺我個網站啦 oneuptick.com 都會放好多免費嘅資訊嘅，有交易信號啦、技術分析啦，咁大家得閒都可以去睇下。咁而家金價啦，啱啱頭先中午時間咧都仲叫掂一掂3400附近啲位置嘅，咁而家就3380附近啦。咁其實整體嚟講都叫做係近期嘅高位嚟嘅嚇，咁但係成個盤路咧，究竟係咪仲係強勢咧？咁同大家睇一睇 review 翻上個禮拜走勢先啦。咁我記得上星期咧，拍片嘅時候咧，其實啱啱就出咗美國 CPI 啦，就呢一針啦。咁我就話美國 CPI 放緩喎，咁衝完上去之後好快落翻嚟，咁理論上就應該有一陣回嘅。咁當晚就 take 咗 profit 啦，咁其實我都 po 咗 Facebook 噶啦，咁就跌到落最低3320蚊，咁其實當日就都算好彩噶啦，因為如果真係個價再 aggressive 啲 set 去3300嘅話咧，咁其實就掉翻轉即日咧就應該 hit 到止蝕嘅。咁當日究竟即係星期三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其實公布美國 CPI 即係呢度呢一針之前咧，咁其實伊朗嗰邊局勢咧就已經開始有緊張噶啦咁其實情況咁，因為上星期啦，suppose 就係美國同伊朗啦第六輪嘅核談判啦咁但係談判之前咧，其實成個氣氛咧都已經好似有啲唔係好妥啦，即係怪怪地啦。因為 suppose 談判啦，咁第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梗係約定個時間地點啦，係咪？咁我記得星期二啊、星期三咧，特朗普講咧就話佢哋 schedule 咗咧，suppose 星期四咧大家坐低談判嘅。咁但係轉個頭啊，咁伊朗嗰邊咧就係星期日，咁即係話其實兩邊咧就見面嘅時間地點咧都已經係冇協議啊，即係傾唔成噶啦咁跟住去到星期三嘅下晝啦，即係伊朗嘅國防部長出嚟講啦，就話如果即係談判傾唔成嘅，即係有摩擦嘅。伊朗咧係會對美國喺區內嘅設施啦，即係例如啲大使館啦，係會進行即係襲擊啊咁樣之類嘅咁後尾仲要補一句，就話區內嘅大部分即係美國設施咧，基本上都係佢射程範圍之內嘅咁其實都唔怪得即係伊朗嗰邊嘅，因為大家都知啦，特朗普中意極限施壓噶嘛。其實對上幾個星期咧，特朗普不停喺度講啦，就話即係如果傾唔成嘅話咧，即係美國就會用武力啊，又話點樣會制裁啊，又會攻擊伊朗咁樣嘅。咁焗住令到伊朗國防部長都要企硬啦，出嚟講嘢啦。咁伊朗國防部長出嚟講嘢咧，大概就係呢啲時間啦，即係啱啱即係歐洲時段啦。咁其實個金價都係冇乜太大反應，大家都係覺得佢係打嘴炮啊，即係大家講嚟講去嘅啫。咁點不知去到當晚啦，咁其實公布完 CPI 之後，其實個金價跌落嚟啦，去到凌晨。咁美國嗰邊就有消息出啦，就話要撤走喺Baghdad 即係巴格達大使館，即係非主要嘅人員。咁大家都知啦，咁領事館撤走人員，即係其實就等於差不多係打仗咁滯噶啦。咁當時個消息一出咧，金價就由當時嘅3320附近嗰啲位啦，一彈彈到上去。之前一直講嘅區間個藍色呢個區間頂部啊，3370嘅
嚇。咁我諗去到星期四啦，咁其實市場都未係好相信即係美國會主動去攻擊伊朗嘅嚇。咁點不知大家都知啦，即係事情發展就峰迴路轉啦。原來就唔係美國要攻擊伊朗，而係以色列要報復伊朗。因為大家都記得啦，即係以色列之前就同巴勒斯坦打仗噶嘛。咁伊朗咧就幫巴勒斯坦就射咗一紮導彈去以色列嘅。咁雖然全部導彈都被以色列擊落，咁但係當然啦，咁你俾人襲擊嘅，咁就要去報復啦，係咪？咁以色列就攻擊伊朗，咁令到就個金價咧，去到星期五咧就衝咗上嚟啦，即係收市之前就衝咗上嚟啦嚇。咁跟住 over the weekend 咧，其實我都重點留意個戰況㗎啦。咁我見就星期六、星期日不停大家都互換導彈嘅，即係以色列、伊朗嗰邊。咁我記得星期日晚啊，咁我喺個 Telegram 即係免費嘅 Telegram 頻道嗰度話，大家可以睇下捕捉下啦。星期一朝早會唔會翻嚟高開之後咧，繼續向上突破嘅啊？因為正常嚟講，如果打仗而戰事 intensify 嘅話，即係繼續打嘅話咧，突破完之後就應該繼續向上衝㗎啦嚇。咁點不知星期一翻嚟係就裂口高開，但係去到3450樓上咧，好似就完全冇承接喎嚇。咁我記得星期一朝早啦，我睇住個價啦，裂口高開完，咁跟住回翻落嚟補翻裂口位啦。咁我個部署咧就係，如果佢再穿即係高位啊3450咧，就應該追揸噶啦。佢準備發個即係 trading signal 出嚟噶啦嚇，手動嘅啊。咁點不知佢回翻完個裂口，跟住都上唔翻去，一直向下試。咁而去到星期一晚嘅美國時段啦，咁仲有消息出就講緊伊朗就希望可以即係同以色列談判啦，咁令到隻金咧就都幾快回翻落嚟嘅。呢一針就係個消息出嗰陣時就落翻3400樓下。咁而過去嗰24小時咧，其實金整體都係喺3400樓下震蕩㗎啦嚇，好似就買盤賣唔到上去，都係喺呢個區間嗰度3400啦，同埋3370，即係之前講嗰個橫行區間頂部呢度震蕩嘅。咁今個禮拜應該點樣部署呢？咁當然啦，重點繼續係伊朗同埋以色列嗰邊嘅戰事啦。咁始終打仗啊嘛，咁隨時 intensify 起上嚟嘅第三次世界大戰都唔出奇嘅嚇。咁我哋金價應該睇咩位呢？會唔會向上突破呢？個 timing 應該係點樣呢？咁我記得我星期一喺我哋個 social media 其實出咗個 post 嘅，喺 Facebook 嗰度啦。咁就係講緊參考翻，即係啱啱俄烏戰事嗰陣時啊，即係俄羅斯啱啱入侵烏克蘭嗰陣時咧，究竟個金價走勢係點樣嘅嗱？咁個 post 唔係星期一出喎，上個禮拜尾出嘅喎，5日之前喎嚇。咁呢幅就係金嘅日線圖啦嚇。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就2022年嘅2月24號嘅嚇。咁其實當日入侵嗰陣時咧，咁其實個金價係當日大幅波動嘅，但係冇升到嘅嚇。咁由1900蚊附近嗰啲位啦，抽到上去最高1980嘅，但係好快就回翻落嚟。咁收市反而係輕微回落喎，微跌咗4蚊嘅喎。而之後打後嗰幾日咧係繼續向上升嘅嚇，而金價幾時見頂咧？咁就係打仗之後嗰第8日啊，第8支巴12 day 咁就由1900蚊咧升到上去當時最高啦2070蚊附近，升咗191蚊嘅10% 嘅嚇。咁如果參考翻啦，俄烏戰事啱啱開戰嗰陣時嘅情況咧，咁其實開戰之前就已經升咗一段時間㗎啦嚇，咁就同而家嘅情況差不多。咁而佢開戰之後咧，其實個升勢分開兩段嘅咁首先就開仗當日個大幅波動啦，跟住嗰打後幾日由1900蚊附近升到上去1950，佢第一輪嘅升勢咧就唔算太急嘅反而係到佢橫行咗3日啦。第二輪嘅買盤入市咧，突破咗呢個中間呢度高位，同埋之前呢個高位咧，第二輪嘅買盤入市反而仲更加強咁其實就分咗兩段嘅咁如果參考翻而家嗰個市況啦，張日線圖啦。金價咧就啱啱做完咗佢第一輪嗰個升浪啦，即係 compare 翻俄烏就進入一個橫行啦咁即係其實理論上仲有機會有第二輪嘅升勢咁關鍵就係睇下佢會唔會升穿啦。咁3450就之前呢個頂啦咁而家同之前即係頭先俄烏個情況唔同咧，因為之後咧即係就算 even 佢升穿3450咧，仲有一個頂喺3500
咁即係話成個策略，如果佢真係要長線升，即係都唔係長線，中線升10%嘅話咧，有兩個大嘅關口會卡住，咁就之前個3350啦，同埋呢個3500呢一個頂啊。咁如果 clear 埋3500呢個頂咧，其實如果再度翻去當 compare 翻之前10%啦。咁呢度升10%的話咧，大概就會有機會上到去3640附近呢啲位啊。即係如果純粹係以打仗嗰個情況啦嚇，咁但係另外一點即係有 possibility，即係有咁嘅機會率。咁但係另外一點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咩咧？如果睇翻頭先嗰張圖啊，即係 Facebook 嗰張圖啊，咁其實金價當佢抽完去個高位之後咧，打仗繼續噶嘛，但係個金價唔係繼續升嘅喎，係向下跌，跟住橫行再向下跌嘅喎。咁即係如果睇翻張日線圖咧 ，potentially 啦，咁即係隻金有機會衝多一陣嘅嚇。咁衝完一陣之後，當市場對以色列、伊朗嘅消息冷感嘅時候咧，基本上就開始跌啦、橫行啦，再向下試嘅。即係純粹以打仗呢個消息、呢個因素去分析啊。咁當然以而家市況，佢都未必睇翻而家情況，未必咁容易穿到3500啊。咁大家繼續跟進事態發展啦。咁但係如果話中線部署咧，應該就係咁樣噶啦。咁當然仲有一個最大因素嘅不確定性嘅就係特朗普啊嘛。你唔知道特朗普會唔會即係以色列啊、伊朗會叉隻腳埋嚟又攞着數咁樣。咁呢個就繼續跟進事態發展啦。但係如果純粹以打仗嘅角度咧，就等個消息一淡咗咧，金價就唔會衝得太高噶啦。咁暫時阻力中線就3500啦。咁短線操作上點樣部署咧？就翻去張1小時圖先啦。咁如果你話睇翻張1小時圖咧，咁基本上之前啦，咁上個星期五衝完上嚟咧，其實成陣買盤咧喺呢度已經差不多消化晒㗎啦，即係日線圖頭先都反映咗啦，即係呢度呢兩針啊，即係升勢跌勢，即係其實就已經消化晒啲買盤啊。咁而家暫時咧3400係一個心理關口啦，而之前我所講一直提嘅就係個橫行區間頂啊，3370呢個頂。咁其實係繼續有效嘅。咁即係短線嚟講，操作上就應該3370同埋3400中間震盪住操作住先等埋今晚美聯儲議息會議，即係星期四凌晨個會後聲明。咁唔排除即係過去星期一直講啦，即係會有聲明，可能鮑威爾就話有機會減息嘅 schedule 啊，又提前啊，或者次數增加咁樣。因為 after 我始終就過去呢半年啲通脹啊，啱啱上個禮拜啲通脹都係放緩嘅咁會對個金價有少少 support 嘅，即係會有機會將個金價推上去。咁睇下穿唔穿到3400咯，關鍵就係咁。但係未來呢12小時啦，即係今星期四凌晨咧，就應該係呢個區間大位繼續3400。而短線操作上啦，即係過咗美聯儲議息會議，如果佢真係穿咗上去嘅話咧，咁我未必會考慮追揸嘅，反而係喺高位啦，貼近暫時係呢個頂啦，3420可能會沽短線一陣嘅，即係上到嚟呢度落去啦。而如果佢今晚啦跌穿咗橫行區間頂呢個支持嘅話咧，咁其實就睇翻啦，即係同之前嘅操作應該差不多。我預佢就3350，跟住就落翻3300就入翻呢個橫行區間裏邊咁就睇價位睇消息做嘢啦。咁始終而家太多 uncertainty 啦，咁你都唔知究竟短線操作上乜嘢。咁總之呢啲大位同大家 identify 咗出嚟嘅，咁如果穿咗嘅話，應該就會 trigger 一陣買盤沽盤嘅啦。咁呢個大家留意啦。咁睇埋張日線圖啊，咁頭先就同大家度過啦。咁如果真係打仗嘅話，即係參考俄烏咧，就有機會升10%嘅嚇。咁而家個情況就未出現。咁如果真係出現嘅話，就我 suggest 如果真係升穿咗3350咧，即係穿咗呢度清洗呢度啲沽盤咧，先至再追貨咁而家就暫時3450係一個大阻力。而我覺得上個禮拜提過大家咧，因為之前有條上升通道比較急嘅，咁就話突然跌穿咗啦。咁我預佢就喺呢個藍色橫行區間裏邊橫行啦。咁點不知打仗令到佢突破咗上咗嚟咁而家個金價就企穩咗區間頂部咁如果區間頂部嘅話咧，咁其實就算係一個大位嚟嘅喎咁大家要留意即係3370咁而家就如果配合
就有少少同頭先一小時圖唔同嘅，一小時圖就3370同3400嘛，咁但係而家日線圖咧就應該3370同3440呢度橫行區啊，嚇。咁都係嗰句，如果佢失守橫區間頂嘅話咧，基本上就落翻嚟，就睇翻我哋之前最愛嘅20天線嚇。而另外啦，之前我哋提過呢條上升通道跌穿咗啊嘛，咁其實就啱啱做咗個底出嚟，即係呢度做咗個底，咁就有個新嘅上升通道形成嘅，大概就呢啲位，咁睇下未來。哇！如果今晚佢跌穿咗嘅話，就新嘅呢條上升通道都會跌穿，咁有機會就去翻，即係之前打仗以色列個消息咧，就完全消化晒，就去翻呢個震盪區間嚇。咁呢個就大家留意啦。咁都係之前講嘅3370嗰個阻力繼續，即係而家係支持啦，繼續係仍然係都幾有效日線圖。咁如果佢要真係進入翻橫行區間，就係個日線圖要收市低於3370樓下，咁就叫進入翻橫行區間啦嚇。咁下邊嘅支持日線圖上面就係廿天線，廿天線今日咧就應該喺大概3345位置。咁呢個大家可以留意啦。咁今個禮拜大概係咁樣啦，都係等消息操作啦。咁大位俾咗大家啦。如果突破就錯邊突破咗嘅就記得止蝕，咁反而就可以喺啲大位嗰度反手嚇。咁個禮拜就講咁多啦。有咩就可以下邊留意。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OK，拜拜。